议长郭信良22号由这位议员陪同来到第6分局，颁发破案慰问金5万块，由分局长柯明玲以及警察队长代表接收。6分局的同仁非常努力哈，前阵子也破获了一个蛮大型的一个制毒工厂，感谢议长还有南区的议员体恤同仁的努力今天来这里特别到我们分局来慰问在此表达分局感谢之意。今年8月10日，台南市警察局甲一个分局合作，伫客家破获制毒工厂，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议长郭信良表示，毒品对着个人也即是社会危害真大，真感谢警察同仁打击犯罪努力。未来市会也持续做警察后盾。警察在人民的心目中呢，都非常的崇高。那今天包括蔡淑薇议员我们的李启伟议员、周立军议员，还有各位议员的秘书，特别呢代表台南市议会，我们知道警察人民的保姆，议会要做他们的后盾。关于预算整个的审查，我们将永远支持警察的人事预算一切的费用的开支。那我们共同为这个祥和的社会、国家安定共同努力。议长郭信良也呼吁民众爱多多配合警察勤务，警民同心才会当打造祥和社会。伊也强调，警察是人民的保姆，议会甲议员则是警察后盾。会持续支持警察局必要有算甲支出。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